交整，吼，大家咱念交整是坐船，吼，所以唱交整好。第二节免来，我心有多上天，世间情人会白，空中飞鸟因时出声，学了一朵春苗，溪水草木青翠，芳花开枝结水，日光照咱凉风吹来，空气我真爱。第三，我心有多上天，结伴对一个，虽然歹等，暂时彰显公义稳当得胜。成果能够对唱，那船天天一样，天的交话合做一家，眼光对比上天。好，咱搁来看的第二首的圣诗552首，552。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好，请前奏。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日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一定出路，灿烂光亮，抬头看伊来真正，我靠上帝打真正，有真正，有真正，我靠我主来真正。真正，咱就爱我主来进前，请咱准备心，上个来礼拜。即马咱礼拜就要开始，请会众将手机仔关机，也是调做正当。
全地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乌鲁的诗歌来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家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的圣殿的门，就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这时，咱做伙来吟诗乌鲁上帝，圣诗。第18首，圣诗第18首，我心乌鲁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地，甘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有印伫圣心的头前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时日计死埋葬罗云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敢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咱甘心来启应启应文第9篇，启应文第9篇，也就是诗篇第24篇，记在圣经的后壁。显着后，我来启，请兄姐来引。
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外面，拢属伊。伊逐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什么款人会当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手抓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寻求上主，到哪个上帝面前来吊见伊？啥门啊，就拍开。永远的门啊，就大开。这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是强国勇的上主。这声，伊是百姓的上主。啥门啊，就拍开。永远的门啊，就大开。这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这声，伊是荣耀的君王。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这一年以来的带领。再经过几天，就是农历的新年，在这个节期中，是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在享用温馨的年夜饭时，依然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摆在上帝的面前。感谢上帝所赐予美好的时节。现在我们同心到主面前，再次思想上帝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位置？是教会里的长老执事吗？是工作中的上级主管吗？还是家庭中的父亲、母亲，亦或者是不为人知的同工、基层员工或孤单的孩子？而上帝都是我们为爱子，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讨神的喜悦，以神为乐，上帝必会赐我们出乎意料的平安与恩典。即马，大请主甲林耀生牧师讲伫咧，互伊的话语进入咱的心。即时，咱要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如天里。阮日日一日过来我，赦免阮的辜负。正如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迄个市，就叫阮摊伫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阿门。在无尽，阿门。即时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哈该书第1章第1节甲第11节。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第2年6月初1，上主交代先知哈该传话予撒拉铁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萨达的囝大祭司亚苏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遮的人民讲上主圣殿重建的时还未到。迄时，上主交代先知哈该传话讲：即个圣殿要荒废，恁家己敢通住伫装潢舒适的厝？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你着用心检讨你的行为。恁也种济，收成少；恁食毋捌食甲饱，恁啉毋捌饮甲水渴，恁穿毋捌穿甲烧，恁趁钱拢囥落去破空的钱地。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着用心检讨你的行为，着爬去山顶，取一寡木材，起一间我意爱的殿，互我通显示我的荣光。上主安尼宣布：你期待丰收，颠倒收较少，摕倒转来，我用风
甲因吹走。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是安怎我要安尼做？因为我的殿要荒废，恁逐个人竟为着家己的厝伫无用，所以天无落雨，地无出土产。我要用抗旱，互土地、山岭、五谷、新酒、橄榄油，地会出产物，人类、真生以及人劳苦所得的物件，拢受到灾害。愿上主赐福听伊的话，搁去安尼行的人。欧罗今日要为咱欧罗的是主日学，因为欧罗的西瓜是神是爱。愿一切水的歌声做芳芳的祭，到达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生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是上山出木材，建造主圣殿。将时间交予牧师。啊，来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即个国内外宣道奉献的即个主日。这是咱总会属下即个传道委员会的即个事工。所有推动的即个事工内面，包括着有关即个灵性的养成，甲着即个新眼光读经的即个运动，甲着包括牧师培育的即个管理，甲着咱国内外即个宣教事工，以及派驻伫咧国外即个宣教师的人数，甲着即个事工的费用。所以即个事工安尼伫咧今年度总共需要2573万的即个经费。所以也请咱兄弟为着咱总会即个传道事工委员会所推动的即个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来献上阮满满的感谢。伫主你恩典的带领下面，主你带领阮安尼过去的一年，虽然经过特别是即个疫情的即个之下，主你有缘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通安尼跨过侪遮个难关。愿你的神也不断来带领阮、引带阮，阮过来的日子，互阮会晓得搁较贤军队助力，搁较
后自行看主，互阮伫咧面对着逐样的遮个困难困境的时阵，阮无互遮个来甲阮拍败，乃是伊遮个困境、遮个窒碍，要诚做亲像阮的食物共款，来诚做阮的即个信仰成长的一个真要紧的礼物。阮搁一摆将阮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仰望伫主你的手中，也愿你接纳阮今仔日的礼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旧年差不多9月、10月遐就一直咧想讲咱安尼嘛想真久吼。到底咱南洋教会伫咧今年的年度的即个主题，到底是要用什么款的主题？过去咱若看咱的教会的即个周报面顶，咱就会通看见，咱拢是用着即个总会即个年度的主题，放伫咧咱教会即个周报的封面的顶面。所以咱即摆看到迄封面面顶，迄个是咱安尼总会的即个迄个主题吼。但是因为咱伫咧迄个算讲旧年度的即个周报的报纸，迄个周报的纸吼，还佫有剩差不多2、3礼拜的即个量，所以咱就继续来沿用。咱若确实有咧看咱教会即个电子档吼，咱的周报的电子档，咱就会通看见咱的周报电子档的年度的即个主题已经改做叫做建造，当咱伫咧讲到咱的教会要伫咧即个设教70周年的时阵，来为主来献上即个新的礼拜堂的时，检采会有人会感觉讲，即个年度的即个主题建造所指的是礼拜堂的即个建造，但是迄只不过敢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安尼若定。迄个搁较大、搁较要紧的迄个部分是咱袂通来忽略的。是咱迄个心灵的迄个殿堂的迄个中建，也就是咱的心灵即个圣殿的即个中建，会通咱有安尼甲伊建好势啊无？因为圣经安怎讲？圣经讲，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的内面。所以照着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咱要搁一摆来反省咱的心灵的殿。咱到底去了怎样？是咱的心灵的殿，即马嘛已经停工。今仔经文的背景是伫咧主前安尼520年，原本是一群即个新的即个犹太即个群体，伊对伫即个安尼狩猎，对迄个狩猎的地，转来到伫即个耶路撒冷的所在，真紧，因就安尼伫咧真欢喜。安尼迄个心情的下面来重建圣殿的即个地基，将即个地基甲伊立好势。但是因为即个对着的即个安尼阻碍，甲着即个百姓后来安尼贪恋家己的迄个享受，甲着看重做家己的代志，比较伊怎耽误着即个上帝的即个圣殿的即个起造。佮因用着即个安尼时机也未到，来停工，至到圣殿的即个工程，总共怎荒废安尼16年久，伫咧迄个过程内面，拢一直无佮继续动工，所以伫咧即个，所以上帝伫咧即个安尼，即个波斯皇帝吼，大流士第2年，就是安尼差不多伫咧即个主前的520年即个时阵，伊兴起着即个先知哈该，来发出一连串的即个真简单，但是真有力的一个信息。伊伫遐来勉励百姓安尼重建圣殿，爱互即个圣殿的即个重建来完工。佮伊伫迄个中间伫遐呼吁着即个起造的人，就应该安尼精心来挖靠主，佮精心安尼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佮来精心着家己来信靠掌管未来即个主。所以咱
伫咧要来看即个圣殿重建的即个过程内面，即个代志，伊爱讲起到伫即个主前的538年，伫咧即个主前538年的时阵，安尼即个波斯的即个咱讲居鲁士吼，伊伫咧中间，伊伫遐来下令讲迄个即个犹太的即个百姓吼，犹太人安尼会通安尼转去到伫因的故土。伫咧中间，等于因的乡土伫遐来重建因的圣殿，所以即个第一批的即个回归的即个人内面由即个当初时犹原共款是即个大卫的后裔，即个所罗巴伯带领伫咧即个主前安尼即个536年开始伫遐来重建即个圣殿，伫咧重建即个过程。迄当阵，安尼拄着即个撒玛利亚人伫遐来阻碍即个圣殿的即个重建，甚至因遮个人也搁写批互即个波斯皇帝抵到即个犹太即个安尼咱讲犹太渔民即个犹太的即个安尼村落来即个百姓，因拄着即个反对的声音，抵到因伫遐安尼渐渐就安尼开始来安尼讲沮丧伫遐累积，原底本地迄个因用着安尼转来到伫家己的故乡，安尼用着一个真乐观的即个心情来到伫即个所在，但即个时阵，因渐渐来开始跌到累积，也渐渐土地开始来芳谷物伫迄个中间来欠收，因工作哪来哪辛苦，因。安尼拄着即个四周围对因的迄个敌对的迄个困境互因哪来哪灰心。咱会用想象一下，即个犹太人原底本地因安尼去用狩猎去到伫巴比伦，但已经即摆是新的一代。因伫咧中间，因原底本地已经伫咧遐安尼已经住了真好势，因伫遐狩猎几年。总共70年，因伫咧中间安尼已经伫咧70年的过程内面但因已经安尼生活哪来哪好势。但因即个时阵，因放弃因伫咧巴比伦迄个原底咱讲相对真舒适的迄个生活安尼伫咧一个安尼来到伫即个安尼看起来亲像无有生产力，因为迄个所在。耶路撒冷的所在，迄即个时阵已经趴远去，佮充满了侪对敌，伫咧安尼因伫咧即个扩放的过程内面，安尼互因安尼受到真侪即个阻碍，所以结果就是发现停止即个圣殿的即个重建，比安尼甲着因的即个厝边伫遐来征战较容易，所以圣殿的工程。就伫咧即个主前的534年，就伫咧中间来安尼停摆。百姓迄个悲观，伊伫遐安尼无远望低到因的迄个灵性的迄个安尼低落，灵性的低落。因敢若想要安尼大声来完成因家己的即个建筑的计划，因为因伫咧迄个原底本地，因一开始迄个圣殿重建的时阵，就是拍算讲，安尼我先将上，因为以色列人因是掠敬拜上帝最要紧，所以一开始的时阵是先爱转来到伫故土的时阵，第一件代志就是重建圣殿，第二件则是来安尼建造家己的即个厝体。当即个时阵，因即摆因敢若想到的是。安尼，我只要完成我家己的厝的即个建筑计划，安尼就好。所以因用着即个迄个安尼迄个政治敌对的迄个立场，以及着甲着即个感觉讲，即个圣殿将来才会重建，是讲安尼爱等到即个规个耶路撒冷安尼重建了后即两个借口来，互因安尼来忽略上帝即个圣殿。
这就是当初时原地本地因原地本地用到一个真欢喜，但要来迄个重建圣殿，结果拄着阻碍时阵，因会迄个转变，递到上帝圣殿来递到停摆。今仔日我伫咧旧年，差不多旧年中吧，帮长老互我一份别人转互伊的一份的资料，迄是20年前王义南执事来着小会报告，当初时南洋教会有设一个发展组，伊伫迄中间来规划着南洋教会改建的计划。这份的这个草案的这个说明稿吼，伊连基本的所有的这预算拢已经列出来，包括爱注意啥物代志，拢已经写伫咧迄个面顶。但是毋知影怎样，是安怎到尾落尾手无下文。咱若看这个犹太的这个村落来这个百姓，因伫咧重建圣殿的时阵，上无圣殿的迄个根基搭已经立好势。但是20年过去了，咱犹原安尼继续伫咧即个渐渐老旧，甚至有个所在已经开始咧不堪使用的即个礼拜堂礼拜。咱若照现今一般伫咧即个房地产，差不多约7年一个涨幅，咱来讲来看，咱就会通看见，若讲7年是一个涨幅，安尼咱即马咱爱用3倍的建筑费用，才会通起好当时所计划、所规划的即个礼拜堂。牧师无凊彩黑白讲，这是有根据的。伫咧2000年的时阵，伫咧台中市的即个中华区一户土地平22平的安尼一个3楼半的一个透天的即个别庄，当时预售屋的价格是750万。但即间的预售屋，即间的预售屋，但即马已经变做中古屋，20年前，无夸张，即马定价，你若去伫咧即个中古屋行情面顶是2300万起跳。兄弟姊妹，万军的统帅安怎讲？讲遮个人民讲上主的圣殿重建的时还袂到，真正还袂到嘛？是咱延误去。万军的耶和华安怎讲？伊讲，即个殿安尼爬远，咱有权抑搁伫遐咧带着即个有。咱讲有天花板的房屋吗？咱的即个台语伊内面安怎讲？咱的现代台语译本伊讲，即个殿风凉迄个爬远，我看伫遮，讲即个圣殿要荒废，恁家己兼通住伫装潢舒适的厝。即个时阵，上帝伊怎样讲？伊讲，咱就应该省察家己的行为，因为伊伫遐讲，恁也会济，收会少，恁食却食袂饱，啉却啉袂止渴，穿袂得烧，领工钱结果囥伫咧迄个有破空的即个地仔内面。当时的即个犹太的即个村落来的即个百姓。因拄着困难的时阵，因为灵性低落，只干那贪图家己的享受，看重家己的代志，安尼耽误上帝圣殿的工作，直到上帝收回因的束缚，佮因无法度伫咧迄个中间来伫遐来体会是安怎因会陷入咧迄个经济的萧条，迄个经济迄个困境，是因为对上帝的冷淡。伫遐因敢若安尼讲，沉沦伫咧家己的自我的满足，所以上帝透过先知哈该直接来对这百姓来讲，上帝借着这段
圣经，呾伊要对咱讲啥物话？敢讲咱要安尼落入去家己迄款安尼境地时阵，咱才要发现讲咱对上帝的冷淡嘛。伫咱今仔日经段内面有几个字是一直不断伫遐重复的。有第一个是重复4遍的，就是万军的耶和华安怎讲？第二句就是咱今仔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伊伫迄个中间伫遐一直不断伫遐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着用心检讨恁的行为。伫咱的今仔日这个经段内面，总共出现2遍。第一遍，伊伫遐咧省察家己是提起着迄个过去带出的迄款安尼的迄个行为所过去迄个行为所带出来迄个结果，就是夜坐收少，食袂饱，啉袂水阔，穿袂少，领的工钱。第二个伫咧即个有破空。第二个，伊伫遐讲着爱省察家己，这是主的命令。伊伫遐讲起着迄个万军的耶和华上主，伊安怎讲？伊讲恁着爱爬上山去取木料。伊讲伫咧中间，伊安怎讲？上帝安怎讲？伊讲咱若安尼行，结果就是我因为安尼来伫遐来欢喜，佮得到荣光。伊伫遐讲，着爬去山顶，取一寡木材，起一间我意爱殿，互我通显示我的荣光。上主安尼宣布。所以，弟兄姊妹，伫即个所在，伊伫遐讲起着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咱若对创世纪一直看到伫即个哈该书，甚至咱若搁看去到甚至到伫新约，拢一直伫遐不断讲起着一个真要紧的属灵原则，就是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伫大卫王。先知以利亚，甚至后来的约沙法即个王，当因将上帝甲上帝的代志放伫咧第一位的时阵，上主伊就起来为因来征战。但是当你看这犹太这村落来这百姓，因将这别个代志、别个这人，也是事物。也是这物件，甚至将家己放伫咧地位的时阵，就要亲像伫咧咱今仔日的经文第9节内底遐对咱所讲的，伫遐咱伫遐望得到，结果咧所得到的却是少。咱收倒来厝的，结果上帝伫遐讲啦，我就吹去，就讲咱已经得到，结果上帝佫将咱所得到，佫甲你吹走。上帝伫遐亲自伫遐来，甲这百姓伫遐来回答因讲安怎？伊伫遐讲起讲，因为我的殿旁啊，结果逐个人还佫伫遐咧奔走家己的即个家己的厝体，为着家己的厝伫遐咧无用。咱今仔日即个经文内面，伫遐伊讲起着讲。所以，因为恁的缘故，伫遐安怎讲？讲因为恁逐个人干那伫遐为着家己的即个厝体无用，所以天无落雨，地无出土产。后壁佫一句，讲我要用矿花，互土地、山岭、五谷、新酒、橄榄油、地的出产物、人类精神以及人劳苦得到的物件。拢受到灾害，一项一项。咱会用想象讲，今仔日咱上帝伊伫迄中间伫遐安尼讲起的时阵，安尼这个百姓因是怎样来回应？当迄个省长所罗巴伯，即个大祭司，甲着即个约书亚，甲着所有的这个百姓，伊领受着即个先知。即个合解伊的即个信息了，因真紧来回应先知的信息。
因伫咧短短23天了了后，因就开始圣殿的即个工程。所以弟兄兄弟，伫咧即个咱安尼农历的即个过年特别到，咱需要安尼好好来扪心自问，咱需要好好来审查咱家己的行为，咱的心灵，上帝的殿减有拍远，结果咱家己毋知。咱需要伫遐来自我来反省咱过去咱所行的，亲像主伫咧伊的话语内面对咱的命令，咱需要伫遐来安尼审查咱家己，什么货事咱只有为着咱家己的即个厝体伫遐咧奔走，什么货事只有为着家己的即个厝体伫遐奔走，伊有可能是咱过去咱所看重的遮个名声、地位金钱、利益，甚至是咱看重咱的父母、某囝、咱的儿女。有的人伫迄中间伫遐无愿意来，毋愿意伫遐来责备因家己的儿女，结果就是不断伫遐来为着因的儿女伫遐咧，安尼咱讲切尻川。咱守着的，上帝要甲咱找走，因为咱只有为着咱家己的即个房屋伫遐来度无。每一个人只有为着家己的即个房屋伫遐奔走的迄个形式无共款，就是比较互主，因为咱的缘故，主伫遐伊经文讲因为咱的缘故安怎？伊讲伫遐天无降雨水，地嘛无出土产。如果咱若看见，是咱若无迄款安尼的看见，嘛无迄款安尼的意识到，咱就毋通伫遐怪主。安尼为什么互咱拄着遮个代志？什么款的代志？就是伫咧咱今仔经文内面讲的，咱夜会济，收会少；咱食却食袂饱，啉却啉袂止渴。穿袂得着烧，领工钱，结果去缀伫咧有破空的地下。因为咱爱为着咱家己所选择的来负责。你兄弟，当咱伫遐咧备办，咱要重建咱的礼拜堂的时阵，除了咱需要预备即个建堂的即个所需要的，但是什么货是叫做迄个爬上山？主材料来建造即个殿宇，咱爱知影，毋是所有的这个木材拢会通成做主圣殿的这个材料，咱是需要安尼合着上帝的心意，来得到上帝伊的欢喜，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材料，也就是咱需要不断伫迄个咱的。中间伫遐来选择，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伫遐选择，咱凡事将上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个地位的所在，伫咧圣神的光照下面，伫咧圣神的引带下面，互咱真正会通日日来安尼学习，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迄款的模样。互主的话，就是圣经，是成做咱生活的迄个准则。真侪时阵，咱会员共款会通看见着真侪基督徒，伊伫咧读圣经的时阵是安尼叫做靠家己要爱听的，靠家己要爱看的来听来看。但是上帝的话，伊既然写伫咧遐，对头到落尾，伊的迄个上帝话的迄个规律，伫咧迄个顶面，咱到底咱有要将上帝话成做咱的生活的准则无？是咱只有干那听咧，知影，结果咱安尼知却做袂到，直到咱安尼嘛得袂到。咱只有伫迄中间不断伫遐来操练咱的日常生活内面，看主所要爱看的，听主所要爱听的，想主所爱想的，以及咱讲主所爱讲的话，以及着行主所爱行的。
咱就会伫咧咱的生活内面不断伫遐安尼操练咱伫咱的生活，互咱的迄个心灵的迄个殿堂内面，互咱得到洁净，会通来拼出迄个讲拼好势，来互上帝来踮伫咱的内面。当咱若安尼不断伫遐操练的时阵，咱就无搁再是干那知影安尼若定，是咱知影，却咱搁做会到。当咱若做会到的时阵，咱就会通得到啥物货？得到对上帝来的迄个百般的迄个祝福，搁互咱会通得到亲像主耶稣迄款安尼的样相，互人看见，人就会来欣赏，人会来活来看见咱的迄款的性命，人会讲啊，即个人伊的迄个性命所活出来是遐尔啊安尼，咱讲安尼芬芳，互人会爱要军队。当咱若安尼行的时阵，咱才是正讲爬上山来为着上帝建造主所要爱迄款的圣殿。礼拜堂的形式毋是上重要，咱心灵内面的迄个要互上帝大爱迄个圣殿，迄个佫较是要紧。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伫咧即个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阵，咱佫一摆重新来看见咱家己的生命的状况，咱欢喜来改变。咱毋是干那知，结果咱拢袂改变；咱毋是会，结果拢总无改。咱需要的是不断伫迄个了解、知影了，咱欢喜去实践，咱欢喜去行出来，互咱的生命伫咧中间不断伫遐来改变，伫遐安尼日伫遐来更新。人看见咱的生命，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主。这敢是就是照主伊所讲的讲，因为安尼行，咱的主就会因为安尼来欢喜，搁得到荣光。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搁一来安尼伫咧即个新的，搁过来新的一年，咱会通重新搁一摆来好好来思考，来建造咱迄个心灵内面的迄个圣殿，互上帝会通安尼日来踮伫咱的心内，搁为着咱来征战，互咱安尼搁过来，咱无搁再是一个软脚下的基督徒，咱乃是要逐工安尼爬上山来触目了，为主建造一个下主所欢喜的迄个殿院，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的天父，阮恳求主你来赦免阮过去阮所无做无够义。阮伫咧主你的殿院，阮无够尽力；阮伫主你的教会，阮无够尽忠；阮伫主你所旨意的代志顶面，阮伫遐无看伫咧第一位，直到阮的心灵趴远。那求主怜悯阮，也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安尼将主你放伫阮心的第一位，互阮会晓学习，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操练，看主你所爱看，听主你的所爱听的，想主你所爱想的，讲主你爱讲的，以及行主你所爱讲的、爱行的，互阮真正会通活出主你迄款安尼的款式，互人看见阮的生命是一个会通吸引人，互人看见阮就那亲像看见主共款。互人看见阮，人就意爱来安尼军队；人看见阮，就意爱安尼来甲阮亲近。互阮的迄款的生命是不断会通来散发迄个主你的迄个香味，互人看见阮，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主。就主你要因为阮所行的来得到荣光，也你的心得到满足甲喜乐。愿你
圣神不断来催逼阮、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会晓伫搁较贤条伫主神看耶稣，安尼恳求祈祷，拢是用个造出基督圣名。阿门。当请咱同齐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52首，圣诗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时咱来奉献，请方美珍执事、曾建植执事来为咱祝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你是独一真永远我的上帝。我要用欢喜甲敬虔的心来感谢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你有应允阮，阮亲近上帝，上帝就要亲近阮，佮应允阮，阮将一切的挂虑交付互你，你就要关心伫阮。主啊，阮感谢你，你佮赏赐阮教业的恩典，互阮每一日的恩典拢教业。阮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互阮，成做阮生命的美牛。阮感谢你，这是阮奉献时间、金钱、才能，成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愿你欢喜甲感觉。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较济。这是咱来读本周经句。本周经句伫哈该书第1章第7节、第8节，请咱做伙来读。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着用心检讨恁的行为，着爬至山顶，取一寡木材，起一间我意爱的殿，互我通显示我的灵光。上主安尼宣布。报告进前，我来介绍新朋友。陈长明弟兄，他是戴双如老师的先生。这是我来报告。报告第一项，本主日为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请遐这位国内外宣道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李瑞荣长老下6日，张信新教授伫8日安孝主怀，17日透早10点半伫圆山福园北扩义厅举行日检礼拜，随即举行火化礼拜。2月4号透早10点伫本会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礼拜后随即前往头城第一公墓。张家墓园举行树葬礼拜，愿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三，本主日第一堂礼拜后召开第2023年第1届主日学校园会议，请主日学老师踊跃参加。第四，22号为新春初一，欢迎兄弟合家参加新春请谢礼拜，为学堂礼拜。互咱伫开春日领受上帝祝福。第5、23甲26号新春初2甲初5周间聚会拢暂停一届。其他消息甲代祷，请兄弟自行过目。后礼拜有服侍同工，请注意。会计报告若有问题，请向同工反映。这是我来祈祷。
主啊，现在台湾对疫情的管制慢慢开始松绑，虽然每天依然有许多的人确诊，但多数都为轻症，也可以治愈。求主继续的来赐福我们台湾，并且给我们台湾的领导者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持续的带领我们来对抗病毒。期待有日能够不再担心害怕病毒的传染。如今乌俄战争越来越惨烈，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许多国家也间接的参与了这场大战。因此，世界各国无不提升自己的军备，彼此对抗的形势也更加的明显而直接。台湾更是首当其冲。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除而上主，我们能依靠什么人的势力呢？求主保守我们岛上的人民，不用经历战争的痛苦，平安喜乐的生活。年节假期将到，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无论在返家还是出游的旅途中，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享用上主赐予我们的与家人相聚的时光。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颂灵担咱唱圣诗第389首，圣诗第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请咱起立来因转首。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你搁一摆会提醒阮，主阮着时时来注神看你，互阮会晓得伫阮的生活中，不管是伫咧困境也是顺境，阮拢会通安尼时常来注目伫主你，毋是注目伫遮的困境，乃是要透过这困境来成做阮生命成长的养分，互阮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阮会晓得来时常警醒，来将阮心内的即个圣殿来通起造好势，互主你时常踮伫阮的内面，也为着阮来征战即个好的征战，互阮伫咧面对即个世间所有一切的引诱。阮袂抵到劣质，甲着失败，乃是靠主来得胜到村。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佮愿咱的主，咱的上帝，伊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面倒闭会。